家家有好事，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 Zami。大家好，我是燕燕。哎，燕呐，好你数存出来，张数，嘿呐，来帮你吃。哎呦，水里唔死啦，一流难食啦，你也保养喉咙啊，水里食下到底。咩係上講吼，什麼人要識到梨嘅拿起來啦？哎呦，按生意做慢咯。唔係啦，我啲哎呦，你難得吼。好啦，我當排泄。誒，嫌一隻聽寫係冇？咩想講你要用按四張啊？一隻數哪條？你阿梨按好食嘅，兩個貼皮3萬帶轉來梨，我就唔攀得食。咩係唔怕？然後講，哎，你猛用來用去，我們也不是恐龍。也不是恐龍，不讓梨，好不好？那給你吐一隻男人啦，佢帶幾難咩梨嘅啦，還有乜嘅帶好食梨嘅料理。哇，水里下做得料理，當然啦，好冇？唔單槍攝聽你哈，分享呢水里男人萬一陳小姐，萬小姐，有獎冇？有獎冇？哦，很獎哦，皮膚很好。是搶了梨哈，等一下，來，龍太甲問候一下，俺名有影唔錯冇？冇唔錯，冇唔錯哈，多乜嘅？萬玉純，萬玉純，小萬。哦，小萬，小萬妹妹你好啊，哪邊客家人啊？沒有啲客家人。沒有啲客家人，剛講了梨嘅3萬咧，唔錯嘛？係3萬。梨香。係梨香。梨香嘛，3萬。3萬梨香。哎呦，讓我對梨嘅按有心。因為我啲嘅教了30年咧，嗬。唔該，等下，教了30年，我先摸一下 ，Miss K，教了30年，你摸一幾台？37歲。嚇？37歲，你冇人講做阿婆。我做阿婆嘅。得呢，真人解啦。真嘅咧。你孫幾台？我孫高中2年。我不要吃，真人解啦，高中的偏啦。我冇骗你。哎，他的外孙女已經高中啦。啱講出去哦，望住我上心，你都識梨嘅哈。係啊。我老本呐，我識地位。你要面試。跟你生當做結婚哦。係我當做做結婚。哦，家講一般排泄打岔，你講你家過了32年，哈，乜嘅時間開始就對梨嘅按有興趣？我主要在2度就業嘛，哈。哦，本來做乜嘅？本來工廠做。哦。係。工廠做我做退休嘅，不卡下冇做乜嘅，就想講再過來做事。結果我就接觸到嘅3萬里鄉嘅農業企業，農業區休閒農業區啦。哦，休閒農業區哦，休閒啦，也是門面啦，那行出來就水梨姑娘、公主，你冇拿一下來。拿一下講，我是水梨公主，我是水梨公主。你看是不是？很厲害哦，係唔係？嗰時候按你開始就對梨嘅，開始對梨嘅當研究，對梨嘅推廣，還有對當到農民朋友幫忙，哈，哎呀，很有心嘛。跟開始嚟咯，哈，成咗乜嘅？我攞白玉鳳絲。白玉鳳絲，客家話咁樣講。胖肉鳳絲。來，開始做哈。好。來，一件肉，胸脯肉啦，哈。按照這個材料來看的話，應該係涼拌菜。係涼拌菜。給胸脯肉解釋一下。好。你係呢？也係蔥頭。蔥頭嘛。係。你要出嚟呢？水梨嘅。水梨先切好嘅。先切好嘅。你喺水梨有乜嘅種冇？有紅水梨。還有咩梨？還有秋咩？秋咩？哦，你3種為主。3種。佢近邊啲係乜嘅梨？紅水梨。哦，我是看到係咩紅水梨。你好。哦。
哦，够严，太风水，咪使啊，风水哩，我知道你唔係該做嘅風水啦。風水，起碼個風水你我講風水。風水哩而家肉質無窮樣，較油，較多水分較多，甜度也較高。哦，古時候講，董事客拿嚟做涼做拌。涼拌，嘿。哦，好，也是地方朋友咪哈。cái種子嘅部分呢，你係咪也係梅葉汁。梅葉汁，你係你。這個做嘅梅葉汁。誒，我喺這邊上到係用檸檬汁咯。因為本身嘅梅葉汁冇糖酸，嚇，按住加條嘅落去，再有酸味，就會出來。要用甜鹽嘅，還是冇用吃？哦，用甜鹽嘅。甜鹽嘅，係。你檸檬咯？檸檬咩係啊？係3萬嘅。誒，檸檬唔係3萬嘅。哦，好，開始嚟做。你睇你嘅小朋友做嘛？誒，酒，倒落來。好。好。還有蒜頭。蒜頭。你看他做菜好優雅。鹽。哦，鹽哦，來。你講甜還是甜啊？哈，公主。OK，好。啊，你說。鹽蠻開心。可以啊，蠻開心嘅。鹽哈，做那個安尼。一絲絲的鹽就好一絲絲的煮好咧哈，好啦，那個安尼整整的斑斑的哈。伊變高了，又變高，伊本來安尼米絲佢煮冇咧哈，煮唔會哈煮熟啦哈。好。安尼好來用白米。煮好咧，煮拿去煲嘅整。我幫你整哈，好嚟，麻煩你整一下。我整差唔多幾久？15分鐘。給你等一下15分鐘，好嚟看一下人家嚟嘅，好冇？好。等下轉來哈。好。15分鐘轉來哦，看人給小朋友我邊用白米，怎麼組裝咯？不要走開。15分鐘，打開了，哎呦！今天夾人哋雞肉，你還要做乜雞？我切檸檬。好啊，切檸檬。那搞太乾用白龍。那個切開來。檸檬原汁擠出來嗎？好。對半。對半切。沙來。然後要給插嘅哈。把佢安尼，捏那去，做那去，也水分就會出來。好，跟住下來做乜嘅？愛薄雞絲，係嘛？薄雞絲係。好。感覺好好哦，感覺我們3個是年輕人。好，向下薄落來係冇？係啦。你底下骨頭要記得咯嗬，骨頭要薄啲咯。我講一般來講嗬，太咖喱啊適嚟嘅，我細細時節適嚟係乜嘅？煮皮下黃嘅。叫人做乜嘅哩？處理。哦，食起來吼肉較粗，較粗，有啲順鳥嘅，吼，佢包梅係適度嘅，冇幫佢搶這個皮嘅乜嘅？佢處理有2種啦，一種較粗，一種冇按粗啦。哦，佢一般來講，你梨嘅生長期呀，就做採收期、盛產期嘅嘛。6月咧，其實佢係5月結果就做得最有值嘅啦，但是量冇按太啦。佢一般來講，像我啊，因為唱歌嘅人啊，做10天台咧對，大家都講用扁糖來燉梨嘅，正確嘅燉法應該用乜燉？佢煮梨嘅啊，安尼冇冰水啦，你一直講嘅冇冰水，扁糖冰落去。做冇冰水哦，千萬唔好冰水，要啱啱要擺冰水，用乜按糖。好嘞。好，跟住做直接用蘇打餅來做咯，吼。好，水梨嘅倒落，水梨嘅倒落來。先滴水梨。水梨嘅，係。下個呀，從頭水要邊咯，吼，邊頭係。邊頭，然後呢，煮來冰落去。好。還有，冰乜嘅你？沙來冰乜嘅？冰呀，辣椒嘅。辣椒。你係咪拿出去？好像小朋友。唔得啦，辣椒冰落來。沙來那個糖。糖哦。你直接冰下去哦。糖喺幾多？用糖匙好咧。好。你不用撒糖哦。好特別哦，它叫用係嘛？係對，因為扁糖冇按腳用。哦，你就按嚟用糖匙嚟做啦。好，有啲人嗬，冇馬色按甜嘅，唔是不用弄。冇冰咩做得啦？好，你係乜嘅？哦，所以你講嘅梅子。梅子。梅子汁，係乜嘅梅嘅？煮嘅紫蘇梅啊，乜嘅梅，所以一般嘅梅嘅。紫蘇梅。紫蘇梅，好。要按你煮。等一下，你乜嘅梅？紫蘇梅，紫蘇梅。
你做3汤匙落去好啦。3汤匙，芝士的标，芝士的标，芝士的标，还有呢？还有，柠檬汁，好，柠檬汁，柠檬汁哈。好，也咩係？我係盲生藝術，對後來水嘅，也咩3湯匙哈。好，3湯匙。本身甜甜嘅米線。好，撒下來咧。也能煮斑斑啦，哈。那種樣嘅哈。等一下，下去斑斑。好，也係拌油的時間哈，香菜也放落來哈。放落來啊。對，香菜也放落來。好。香菜啊，那個係中央嚟那邊攤拌的哈。哇，這個太厲害了，這個黑布卡度哈，前菜油料一行的話，你等下食好哈。食得夾飯，對，真嘅。有開胃。也呢，後來時個，嘿，也還有你必用呀，連跟那河粉一樣，河粉花瓣哈。好，用好了哈。好，好漂亮哦。好，擺好來。好，也做好嘅是做那個邊落來哈。邊落來，喺講吼，有啲人上愛，像客家人可以食鐵條粉啊，喺講鐵條吼，種咯碎碎，味道當白，因為我們現在衛福部有講嘛，1天1堅果，身體才會有好的效果。要找我代言哦。我就不用堅果呀，做得。做得。好。一樣的把加你烹好嘅個沙拉料哈，放下來。當然啦，有啲人想講我食仔，唔係用雞肉咪做得。沒做得。還是話你講是水梨沙拉多棒啊！做得用嘅仔菜。你拿出來的時候，你不會帶埋水果水梨，哇，很香。好。跟人家用聲音帶強好。我太爺來，人係大強下。哎呦，太爺來哦。全部出去老闆發展。哦。然後講出去，你能叫姐姐啊？對不對？聽錯嘅。對。叫姐姐。將我來，我就很叫姐姐，做唔得很媽媽。而且要跟兒子說，你永遠25歲。對。你看到18都是假的。要18。哎呀，好嘞。好，阿姨，安尼做好嘞。哦，安尼嘟好食。好，萬姐姐，漂亮的萬姐姐，龍太太講，那像太太是咧，係嘛嘅？白玉鳳絲湯肉鳳絲。來。切水梨嘅，也係冇香樣嘅，係咩梨？香樣切一條一條，係冇？係火龍果，香雜鬼節出來嘅，係，所以佢有皮嘅合度，稍後一揀培根，揀嘅各種蔬果都是纖維很高的，係前面加係安利銜接，粉錦，哇塞，也很厲害，比松漿哎，你啊厲害嘅係嘛概念冇？其實是量嘅咩做嚟食。用乜攤地食啊？那只樣樣係食。哎呀，拿起來。好。那毛香的料發暈哦，它的包覆力很好，另外雞肉肉哈還蠻搭配的，很清新，最重要係水梨水分，你有看到我眼神迷？有啊，酸酸甜甜，佢一人係分唔清楚係愛吃家嘅荷蘭水，也係水梨嘅水分呢。是
水分好多哦。还有给它洋葱哦，其实它有化掉一些，给你有这种比较腻的那种肉感，来说一后生。没想到水里做按那沙拉按贴片吼，真嘅冇強樣，係啊。唔過啊，我想愛問頭先要講到雞肉啊，我想愛食其他雞肉哦，做得冇？培根，培根呢？豬肉呢？豬肉啊，培根啊，水裡的那煎培根啊。哈，按你做得食咯，因為水裡太假如想講食涼嘅食餅呢啊，食沙拉，哦，培根然後水裡唔點有買咯，看一下，水裡培根卷。好。哇，水裡培根卷，真嘅。不過頭先是沙拉呀，今日看到還係沙拉哦。好，我來睇一下，應該係水梨火龍果，然後你剪剪那有冇？剪剪不用蛋白，又是沙拉，知道嗎？沒，我竟然會答錯。那沙拉麵當然要冰沙拉，要冇冰沙拉。哦，所以鹹係沙拉。鹹嘅沙拉。我咁慢人講，因為太假都想講。水梨一聽就食涼誒，一定是沙拉。鼓手講搶來當中藥啊，是不是水梨公主？啊，煮就錯嘅啦哈。係啦，煮。好，來先開始做乜嘅？切水梨嘅。好，先切水梨。啊，你水梨龍家係食水梨有重要嗎？也係冇重要嘅，係麥梨，秋麥。秋麥，係新品種嘅。新品種。哇！哦，秋麥是香用買去啊？甜咩？哦，甜啊！哦，肯定冇一切本意思。我人啊，也切本事就是嘞哈。那麼可愛。哦。也安尼也切開啦哈。哇，看佢嘅水分。要。係青島哦，水。很香哦，你看人新本來是最好嘅。對哈，愛心。對，愛心咧。好，然後呢，要切好嘅時候，要順口磨，因為順口磨按醬咩？順口磨一下，給頂下我食看下好冇？哎呀呢，就來切。好，你試試咧。按土是，哪一天會不給媽講？你按土是你在切。買，你試試咧。試到樣啊？哦。我識嘛？要龍家冇香樣，它水分吃起來是比較多的。係，它多水分。它甜，它甜，你冇便宜哦。好。芎芎切一條一條，係冇？係，芎芎切一條一條，可能較粗嘅也冇按粗工做得，光然隔意啦。好，佢切好下切嘛㗎？要火龍果。火龍果，喲，唔用乜特批火龍果，我講火龍果是係很軟。因為呀，火龍果做流水裡嘅時節芎下出來嘅。哦，芎十幾節咧？芎十幾節出來嘅，係，所以佢有皮嘅合度。好。哦。好，哎呀，安尼。因為我跟你說，火龍果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食物。哦，不管係打成果汁啊，吼，也係上色。你講係貼100色火龍果，唔但將太假都有那種感覺。我是不是生病了？為什麼我尿尿是紅色？我嚇到。我朋友正嘅喺看先生，還檢查，我去先生講，你昨天吃什麼？火龍果，他說：現在你回家。也沒芎藥按嚟切條嘅哈。好，切一條一條哈。切一條一條嘅。其實火龍果啊，佢有兩下台灣有3種品種，白色嘅，還有紅色，還有一種係黃色、淡黃色。真給他改，淡黃色我還沒有呢。係有比較少，它少啦。不過紅色它當然是因為佢嘅營養成分，價錢呢非常嘅高。好，沙律做乜嘅？沙律一件培根，一件哦，一件，火龍果哈。上拜啊，一個媽媽來啊，哦，客家國語講得好好哦，係啊，然後因為每一個都是哦，我跟你講，關佛哈，謝謝你，生佛，我用香港嘅火龍果會講唔錯嘛，就他火龍果講得最好，係啊，我老豆哥講火龍果。哦，呀，他都看得好誒，哈，這個建議來哦。加媽媽包嘅係綠色，食一條，呀一條，火龍果一條，火龍果，火龍果一條，還有個水梨嘅一條，水梨一條，還有綠色。你有濕過喎？有湯過，有湯過嘅哈，媽媽有湯過。其實冇湯過唔怕啦，因為有點上色。不過湯過它好，因為湯過那個綠色就是那個青草味它冇，所以它感色。係啦，好。呀，安尼好嘅時節就建議啦。啊個冇調係，
按多细会松松的，也唔会跳跳起也会撞烂的。哦，对哈，跳松的话，你就减唔起。哦，所以讲，也做安尼。哎，你啊，真嘅一定有耐心然后用心。你啊讲讲50岁嘅东西，这样是有艰苦嘛？讲真嘅。刚好一辛苦哦。一辛苦哦。还讲牙签的哈。牙签的哈。迄木卡吼，刚带种哈，迄有种族的吼，所以我们是叫有牙签的。毛背族的哈，种啊没。中秋节烤肉这个很好。嘿呀。适合吗？适合。非常适合吧，因为中秋节是牛烤肉非常多，那度后点给各种蔬果都是纤维很高的。真的。好，也安尼。好。嗰啲啊，种水梨嘅人多冇？冇當多咧。种水梨啊，主要嘅特色係乜嘅？佢啊下做1、2、3茶。乜解用到1、2、3茶？做梨啊，出名。哦，你做茶葉做茶，做1、2、3茶。1、2、3茶。所以3番嘅水梨啊，係因為水質也係氣候好。土質。係加土質冇共樣。土質。同適合種水梨嘅。一講搶走成條啦，吼，你做得前啱唔做好嘛？做得啦，吼，前啱唔做好，走成條先，然後讀書啊，講乜嘅，走成條係，按漸漸那一夾，明嘛？時間唔合，其實也很均衡，也很均衡，哈。係啊。好，見的時節咯，媽媽講冇見到痛氣，因為你有那個火龍果嘛，哈，它軟的喂，唔係太裡頭會團的咯。cái anh đi ra in做係貨嘅嗬，差唔多都係貨嗬。啊油嘛？唔是油。啊，因為啲培根出於油嘅嗬。本身就有油。好哦。啊，你姐妹唔是叫啊？冇不油一啲嚟擦件都做得嚟嗬。啊，攏講你啊，包下慢啲位哦。好。好。來一下。見起啦。見起來。天天嚟見哦。天天見。其實那種你剛剛講烤肉啊，還有的人講我不要吃那個培根肉，覺得太鹹，你還買該，你就買那個烤肉片有冇？沒做得啦哈。做得。就切下泡的喂。切下泡的肉片安尼。係啊，肉片咪一盒。係啊。生意哦。好。給啥來做愛來煎呢？係冇？係，愛來煎呢。然後呢，你煎的是要個拿前面哈，而且。有嘛？夾好，拿前面夾好，你先煎，本件，鹽香下，然後就唔會落太。因為啲培根吼，其實煎當夾熟，要注意一下。按你生意裏面1天空哦。係啊。吼，嗰啲煎的時間我問你係乜解？加凍樹葉，哦，你加凍樹葉唔係做乜解？要貼咧。做得深冇？做得，加凍樹葉，加凍樹係樹葉嘛，用板。某是它是哦，因為你懂深，把我的口水都吸乾了。現在是水梨，你對哈，是水梨。你口水太偏嘅是，因為太糟哎。好。可是他剛真的很色哎，整個吸乾我的口水。要吹高啦。吹高，差你都冇講哦。隨時要拿冰鹽，冰碟鹽落去。沒關係，我本人有實驗精神 ，OK 的。濃長百草。好，你要剪哦，差唔多，都是會擦嘅哈。跟人哋出咗擺盤係冇？人哋係咪冰你兩味？係咪一隻冰一隻葉嘅？係。我啲唔能用慢冰，我用冰。好。我彈出啲。它這樣煎出來是有油的，所以不是冰油。好。做嘅偏東葉菜啊，哇塞，也很厲害啊，非常強哎。然後講，大口就會嚇到。你厲害嘅係乜概念冇？其實是涼嘅，沒做得食。你看下有香冇？哦，有香。有哈。完全是水梨嘅關係。
好，安尼差唔多诶，差不多嘞。差唔多就不用上了。好，好，放心嘞。好，你看哦，家妈妈都冇用到半滴油哦，哈，这叫谁挖开出来呢就做得做诶。其实它是一个很健康的料理，然后还要一个很棒的助手。你看好像海量，不用这样。點我做媽媽就會啲哦，像捱生日嘅啊，捱嘅拉嘅細細嘅時節啊，我本期是水果嘅時節啊，就係是水梨嘅，因為水梨嘅過敏源較少。真的嗎？真嘅，所以老人家生日嘅啊，佢哋會愛食水果，唔過又會驚過敏源嘅話，就盡量別食梨，盡量是水梨，韓國佢嘅汁多，所以補充水分哈。好。好嘞呀！哇，好棒哦！哇，掉起来按酱龙太家讲，那呛太家什么该？水梨培根碱。来。烤什么？有冇介意嘛？来的。鹹豬牛。哎呀，今麦煎出来，你几条来切半之后，哦，是我们的柠檬汁啊，我们稍微泡一下，泡一下，待会就不会氧化了。嘿嘿嘿。火龙果它叫做蜜粑。哦，那蜜番薯、蜜地瓜，水就是我们的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带一些等比就可以，一炸炸。穿起来，金木水火土刚刚好。这么缤纷，这么漂亮的颜色，看起来心情然后睡起来一听董老师，哦，简单又好食的感觉哈。不管哪个时间烤肉，一定要有量。啊，好特别哦，毛不咸咸的，底部又甜甜，又当到水分。係哦，而且培根卷，唔單止係有那瓜嘅，然後鳳菜條，還有新嘅口味出來咯。嘿，冇像以前哈，以前講哦，我們這個只能包什麼蔥啊，也係麥雞哈，哇，很厲害哦。好食好食。越看你越厲害，越講哎，按講吼，所以係得出啦，因為撒下來吼，英吼，而家準備當厲害嘅煮出來咯，因。我準備好高規格接待他。先講哦，佢攏是享有美魔女等級嘅哦。聽錯嘅呀，我特別愛嘅萬姐姐，好冇？彭一聰，彭祖宗嘅好朋友。羅姐，羅姐，有冇高規格？好開心，真的。整個你看，你看，難得哈。對啊，那種中庸呢，很可愛哈。對啊。很相信冇夾孫，哎。講孫高中畢業未啦？嚇！哦，高中1年。1年是1年啦。佢冇攞嚟講係做唔啲嘅，做阿婆呢？你唔啲。你去找誰啊？哎，不行，這樣問啦。你看電視佢係咩黑道好冇啊？係嘛？記黑道。咱就係你4條係難嘅。唔好強樣啦，強樣啦。特別佢帶暗號嘅水里啦，而且帶暗號嘅料理，那用嘛料理容易交流。還做係5樣冇5樣哎呦，5樣哦。那這樣子的話，5行。5行。5行什麼？金木水火土。嘿，5行什麼？5行蔬果健康多。哎呦，看量啥，講什麼會做的菜哈？5行蔬果健康多。來了，5行蔬果健康多。哎，你這你當我暗名嚟，我幾個聲音嚟？5個聲音。5個聲音。就是金木水火土。好來。5行。速度好，剛好搭配我們那個小碗，真的是。哎，我攏講嗆語來演員，你剛你有講過嘛？哎。美魔女對上美魔女，拜托。我們都是辣媽。好 ，OK， 好來。辣媽，今天要做什麼辣媽？金木水火土。是。叫5行。黑。金是什麼？金就是白色。白色水梨。好，木就是綠色的。啊，超。對，水就是
黑色哦，火，它蛮得味啦。好了，火是就是红，像你这样火红，对，知道吗？呢，土是什么？土就是黄色的。那地瓜。我们今天要做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环保嘛，我们要烤肉，就不会有木炭的问题。来，那我们待会要麻烦茵茵帮我们烤什么？要么干的嘛？来的。干猪肉，哎呀，有水果，没有牛，什么？啲嘛，还成生嘛该，你讲还成水果呀，还成生肉，等下成发来，来大家看看呢。是水果。嘿，还有嘛该？强菜哦，黑唔黑啊，唔黑唔黑，省生肉啦，因为蛋白质才能消化。对，你看，等等也唔低汤嘛，所以说了你们都没有在看我的眼神吗？我一直在给你们打 pass， 我眼睛太小。所以说了哈，等等也唔低汤嘛。要省生肉。好来，大家茵茵要帮我处理好来啊，要烤熟来啊，哈，秋葵，对，秋葵大家老师来问哦，秋葵拿来切面姜，等下。底杯度那个胶质就出来哦。它里面给它金麦煎出来，你规条来切板之后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啊，参加这个节目，我觉得我很多的感动。用板稿。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人员啊，两位主持人都这么用心。不要这样说，其实是大家的努力。我觉得我每次来我都很兴奋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这一集我突然间就是感冒了，真的哈，我就是忍痛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讲唔家啲条线啲切洋葱。我觉得我真的要忍痛一样来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哎呀，要加点机会吼，什么动作去主厨也好，来宾也好，带本人节目按精彩、按丰富，你看呐，生病都要来，表示这个节目受到大家的喜欢，在这边真的谢谢大家。对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所有的企划啊、工作人员、制作人啊、导演、导播，对。我就觉得还有谁？要不要导演的小孩要谢谢一下？真的，我不认真，真的来给我们。对，要把爸爸让出来给我们，你看我们多感动。恩英锦德哎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棒，你知道？让我们不是说很有名的厨师。我怎么突然觉得很像回到我妈妈的厨房啊？我妈做菜的时候，我在旁边，她都大概10分钟，她都不会停哦。我就一直然后我一定爱来，嘛，一天整周，因为你没有名的厨师，因为基本上你的机会嘛，你就会好好把握。好，你莫爱牛好吗？后来还是问讲，你要不想来做爱牛型呢？健康多五行蔬果。因为我觉得啊，现在的人啊，鱼也吃得多，肉也吃得多嘛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身体啊，稍微把它成为酸性变成碱性？好来，这是我们的柠檬汁，我们稍微泡一下给它，对，待会就不会氧化了。嘿嘿嘿，哎呦，你好厉害哦！这美魔女都是就是想法都是一样哈。刚刚 NDA 万姐姐没用柠檬汁来做沙拉，我们也做同样的水梨餐嘛。那我今天做的水梨黑马盖梨嘛，黑马盖蜜水梨，黑墙皮耶。哦，某空用在水里哦。哎，那罗姐，今天准备的当季最棒的食材就是万姐姐带来的哈，有水梨，还有马盖，还有火龙果。火龙果。我跟你讲，火龙果那个名称哦，它里面它叫做蜜宝啊，蜜宝。甜度很高，然后呢，营养成分也很高，对啊。我想火龙果的营养成分不要我多解释了，它就是最棒的一个水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搭配我们的什么水梨，火龙果切肉龙水梨空用哈，细细高高，比例大小要一样，细细高高，我们再转起来才会漂亮。看啊，有没有？红姜，好。我们现在的那个筋切好了，果也切好了，头马，然后马盖水，我们的茵茵的水的那个咸猪肉好了吗？差不多喽。弄完一张。好来，我们先把我们的刚刚最后一个这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蜜番薯，蜜地瓜。来，蜜地瓜呢是我在之前就把它蜜好了，就是麦芽跟冰糖。哦。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只好前置作业做完了哈。地瓜。五行里面的黄色的。那神切熟的啦哈。对，神切，神切它不会交叉感染的哈。对。主厨你怎么会研究金木水火土跟生肖的关系？因为我觉得食物里面有很多的故事，也有很多的文化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觉得为什么不把它有一个知识的里面的内容里面，让大家都知道
其实水果里面或者是食物里面都有它的一个就是渊源跟有故在事内。对，我们觉得赋予它一个很棒的生命，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是不是 OK 了？我们先把杀下来呢。哇，谁哦？吧，不会。切堆斑。对。哎，我们的小湾属什么的？兔尾。兔尾好像也是什么？木，对，记得是木，没错。然后，所以待会你的木是属于金木绿色，所以你待会可以绿色放在前面哦，知道吗？好。水就是我们的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肉。好，我们待会一些等比就可以。莹莹，你偷偷的笑是为什么呢？家长讲，莹莹你好好的煎哦。对呀，都得补呢。没有啦，马龙讲莹莹她非常听话，她听你的话，因为金木水是黑嘛，她一定要黑，所以她非常听你的话，知道吗？对，好了，很听，非常的听，待会给你奖品哦。好，你是不是要好好的贿赂我？我在帮你。我就想，我刚才就傻眼了。我不是变工了就唔ดีเลย啊。後來啊，我變工來。就等接，傾起來。唔係，我要做薯條。哎呦，點啊？我要做薯條。莫講出來就好誒。係咪？大家自己做好哈。好，咁樣哦，你弄你含豬肉哈，切到弄加你的水梨也好啊，哈，還有你火龍果也好哈，咁樣大小方方的那一塊一塊入口哈。其實這道菜等候做，我看見哈，像我是買這種乜嘅，啊，你咩做那種雞肉，嘿，咩做鴨肉，豬肉咩做得啦，就啲係豬肉嘛，哈，鴨肉。我嚟用唔炸做啊，唔可以做咁多咧。好，好。來弄正梨哈，好，哎，太改看他做，我知道羅姐來一定都是要大家一起做的。對呀，來，我們的食物就覺得很美了，對不對？你看有沒有？然後呢，你用樹拿給一扎扎穿起來。哦，哎，你們知道那個樹是一整串的，啊，你拜多倆就懂講嘞。然後嘎嘎貢你屬於什麼？兔尾。你們兩隻真的，你們不是你們兩個。我屬猴啊，唔看唔出我係猴嘅。沒這個懂猴，哎，依咩嘟嘟好屬猴嘅呢？我係懂猴。好，大家都係猴，愛魔上會暗猴。好來，跟依也一起來。好，我們待會看串起來那個感覺就非常非常的完美。所以我要串的是，你的是金木水火土剛剛好。為什麼你剛？可是金要在第一個嘛。對，所以你要從尾巴開始。對，好聰明啊！來，隨我穿嗎？對。哎，我魔術導演呢？哎，哦，歹勢呢？唔係。老師，那我先好，我先。我完全忘記，不想理老師了。沒事。所以呢，你也可以拿一隻來串你的。來，依依你也一隻。好，我們幫我等一下。好，來，一起來啦。等下我拿給你哈，歹勢，我太開心了，自己在那邊很開心。我掉了一個。好。好，來。剛剛你的是我的好了，好棒，來放這邊。金木水火土，金木水火土很厲害哈。不能偷吃哦，這是我的。對，這是你的，對，待會就吃這個哈。來，依依，你係乜雞？係黑。可以給攏來中庸哎，我們應該會串聯到不一樣的，最後會不一樣的同樣的東西。哎，我覺得這樣很好玩呢。對，就是說我們等我卡行啊，黑狗生意呢，貓生馬雞，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感，就是用遊戲的方式，然後促進他們的那個。就是口感然後胃口啊，然後你看紅配綠怎麼樣？真美麗，對呀。為什麼我們都要聽他控制？然後你看啊，我們覺得這個食物做起來就會很漂亮。它其實不是按南州，對啊。其實每種的變化，譬如講來紅色再變 tomato 哈，對。譬如講來白色再變蘋果，哦。然後如果是土色可以芒果。對，你看。哇，來他講，好，不要上來。好，你看我們的配對絕對唔會空用哦。好哦。好，你看老師再做一個好了。好，那我就配正確的那個。好，正確的哈。好，老師再配一個好了。其實你們就是最正確的。啊，真的嗎？對，你看嘛。對，金木水火土。對，那我配。那我來好了。好，我們配一個自己很想做不一樣的串聯。其實我覺得這東西啊，就是可以讓我們在孩子們之間，就是用遊戲代替他們，很有樂趣。對，樂趣。我想要這個火龍果。你記得我來火龍果夜市東江嗎？哦，韓愈幽默煮豆。水裡做得不愛一張。做得咯。生毛面。
跟伊那配色，我记得火龙果都蛋包。其实你在水里面都得蜜过它啦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食物不要做太多的那个就是加工，我们就吃原汁原味。老师，看起来按那窗模啊，好感觉很空虚，你是不是还有别的要介绍？有啊，因为你刚刚都答对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打一个火龙果优格冰沙给你们吃。对呀，因为呢，你们这个主持节目太辛苦了啊，所以呢，那你叫其他摄影大哥怎么办？他们情何以堪？那我待会再打给他们喝嘛，反正我今天都有准备嘛。你今天好忙哦，对啊，辛苦你了。不会，节目真的不能没有你。这个是火龙果汁，对，里边有吗？该里面有优格跟牛奶，还有刚刚你拿的火龙果。哦。大家都也可以享用哦，因为反正水果都带来了嘛，大家一起吃嘛，好不好？对，老师呢，他准备了8箱，我带很多，我觉得大家这么按辛苦，谢谢老师哈。你还讲你最近的新的工作就是在种火龙果？没有啦，我觉得小农民很辛苦，有没有？谢谢。看啊，这很快哦，马上就变成冰沙了。你知道被冰沙滴到的感觉吗？很冰。不好意思。不会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们的食物很多料理可以做的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给大家享用。对，我们也是为了配合你，连我的抹布都是这个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可能刚刚冰块放太多了。好了，来。好了，你看我们的。火龙果冰沙就好喝了。好，你们先喝喝看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喜欢大家在一起的感觉。那你们喝了，每个都健健康康。对，妈妈的心意哈。对啊，我觉得妈妈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对，好啦，你看这颜色多美。按讲的东西。不用那做大，这么缤纷、这么漂亮的颜色，看起来心情等候，色起来一听懂了是，而且它有什么该5型蔬果健康多。来呀！先听哦，好有趣哦。对啊，买神是有水里，正好吃到秋葵，正好吃牛，难这番薯，串香的味哈，这很像人参，你知道吗？海光真紧的呀，懂得会层次感哈，就像天又跳下来，像高空弹跳，真紧呢，会形容高空弹跳。工作技术会送去哪几身？系啊，不讲喺嘛嘅从下看到，哇，很强。干杯！西沙粥的呢？哦，对啊，我们大家吐马粥出来，按头来色带东西哈。要切退粥的干杯，对，好好喝哦。对，透心凉。好，关姐姐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不用干杯了。不是酒，就我干杯。不是啦，我是按本来省了省哈，是加一加粥的哦。还有层次感哦。够给大白5型的人参，先听哦。好有趣哦。对啊，人参有水里，正好吃到秋葵，正好吃牛，难这番薯。串香的味哈，这很像人参，你知道吗？海光真紧的呀，就是你会吃到麦干，你会吃到秋葵嗰種黏黏，你再吃到甜甜的番薯，對，你吃到鹹鹹的乳酪，對，懂得會層次感哈。
飞上天又跳下来，好像高空弹跳。真劲呢，好会形容哦，高空弹跳。乜嘢都有。有哈。乜嘢都有，好食。我吃到俩不管嘿，沃卡斯饭，对，唱野哈，也跟我们办 party，哈，全部都是他们呢。对，还有客家的元素，真劲呢，又有番薯，很多非常嘅醬。係，就是說你可能講到技術會想去拿技術。係啊，不過喺乜嘅床下看到，哇，很醬。沖涼啥用嘅按醬哈？散灑啦。哦，散灑，你們沒有，你們是來賓，我們是主人，你不能單就講哎呀，做乜？哎呦，你邊度咧食到好東西，就唔講好翻哦。萬姐姐，你有想講要水裡安尼做嗎？有想講，但是冇同樣嘅方法。唔講係你方法當貼片。係啊，其實我種嘅今日冇按到時間，冇按啲水裡面都得米糕，一煎糕，然後也用米鍋的方式。但是我想說，簡單的料理哈，食到還健康。大家做嘅食到長命百歲，健康重要。係啊。你看茵茵啊，這個吃的真的懂翻譯，你就講翻，啊也可以，吃的很投入，你知道嗎？看藝人就講翻。唔過正經啊，謝謝萬姐姐。唔過看到萬姐姐呢，你看佢笑面笑容就抵講佢，她完全喜歡你嘅工作哈。對你嚟講，你喺水裡有乜嘅特別嘅事要大家啲嘅要推廣嘅？也就希望講大家吼，喺來上班了時吼。上班了時都來買水梨嘅，買咗一本太陽寫字攏食得。係啊，吼，按到水果台灣正經係水果的王國啦，唔過水梨正經一定讚嘅，特別係啲3萬吼，3萬。是因日本買水梨真係真嘅，大家都想講大家去買日本當有名嘅水，其實台灣水梨正經當好食嘅。你台灣嘅水梨價錢又當公道，係又強。係啊，又強，最重要係乜嘢？就住處不能看到，住處不能看到。按厲害，那水梨日本你每天做得出來呢？對啊，你可以冇辦法做按不一樣的口味，有含種幾多冇想到，好嘛？而且又唔會油滋滋嘅，好嘛？用咗台飛機，所以飛機票都嚟買加百斤水梨。真嘅，好邊呢？大家食到醬呢？真嘅，好啦，什麼三位美魔女啦，講呢，好嘛？你食水梨哈？你講名，冇啦，什麼亮啥啦？正經什麼亮啥？本來因所以食到按好食水梨，按好食料理，哈，什麼哦，哈，帶點你的那個笑容啊，帶點料理，再過來料，哈。謝謝，我帶啲㗎。各位鄉親朋友，有場正經你喺講吼。這個相由心生啊，你心肝都想嘛個樣，面出個變嘛個樣，出腔亮啥，食水梨食到暗醬的的，所以你講，你吃東西的時間，出腔你主廚講的，食到簡單，食到安全，食到最健康的，你除非展現你的美麗，好冇？當然啦，唔來每天要適當的話，看到天師，除非邊講，除非準時收看，看到有色。幫一個家女主席。哎呦，真嚟了，還要一杯。還有，我在打，我們先帶很多來。對呀。今日當歡喜哈，來上呀節目家有好食的節目哈。本來來做菜，本日就大家吃哈。喺有限的時間哈，大家去3萬了，將來買水梨做啦，幫我看顏色3萬的水梨係真好食咧哈，比日本好食。好，還有限將來了。